洪 Sir， 同我哋嘅預計一樣，新一輪嘅網上投資騙案又喺度醞釀當中。各位，你哋嘅工作進度如何啊？我哋主力向市民宣傳網上投資騙案嘅預防方法，反應好好啊！我哋就向年青同埋長者群體講緊呢類投資騙案嘅騙徒手法，等大家同埋我哋啲老友記可以容易識別。係啊，另外呢啲防騙信息已經經由罪案警報聯網發送，俾更多嘅市民大眾知道。做得好，防騙宣傳係好重要嘅，大家繼續努力。得，你嗰邊嘅情況點樣啊？洪 Sir， 我哋有咗突破性嘅發展啊！初時我哋針對最近一輪嘅網上投資騙局進行調查，但係經過深入嘅偵查，原來一系列嘅投資騙案都只係煙幕嚟㗎，犯罪集團其實背後有一個更大嘅陰謀。乜話？匪徒想點做？犯罪集團想利用各類社交媒體散播虛假新聞，製造金融恐慌，從而喺混亂之間從中得利啊！太可惡啦！警隊已經聯同國安處執行咗一個聯合行動，阻截同凍結咗犯罪集團嘅資金同埋相關戶口，防止咗今次嘅陰謀啊！但係幕後嘅黑手仍然躲藏喺暗處啊！得，唔好灰心，終有一日我哋會將呢個犯罪集團連根拔起。香港社會而家睇落好似好平靜，但其實係暗湧處處，國安風險仍然存在。好似頭先嘅案件，壞人會藉住唔同嘅機會散播虛假信息，作出煽動行為，挑動社會矛盾，破壞網絡安全。其實總體國家安全觀有20個重點領域，涉及市民生活上嘅每一個環節，目的係全面保障國家長遠發展，鞏固國家利益同人民福祉。加強國安教育，提升全民國安意識，係警隊宣傳工作嘅重中之重。市民大眾必須居安思危，嚴防一切潛在嘅國安風險，確保香港及國家繼續繁榮同穩定。